Hello，你好，我係劉比利啊。歡迎來到我嘅頻道啦。本身今日咧諗用 AI 咧去 gen 嗰啲畫像 video 出嚟嘅，但係最終都整唔到，唔好意思先。今日咧都會講翻一啲奇幻而且自己喜歡嘅主題。會講一啲細個時候嘅嗜好啦。我細個時候就好中意睇啲奇幻嘅漫畫嘅，好似怪異集啊、迷離境界等等嘅書籍啦。細個時候咧都好着迷嘅，沉醉於啲古靈精怪嘅事物，都想探個究竟。所以咧就今日仲會多嘗試啦，仲會講翻啲其他方面嘅話題，同大家談一談呢個有幾個範疇啦，有呢個預言、玄學、關於夢境嘅，同埋未來人。睇下冇啲共通點啦。內容咧，可能有啲迷信嘅事物嘅，冇啲科學嘅根據㗎嚇。如果大家唔喜歡嘅話咧，就可以睇到呢度就停止㗎啦。OK。當然咧，都有興趣嘅話咧，都希望大家留低啦，繼續係支持下我啦，同我一齊探索一下，發掘呢個世界更多嘅可能性嘅。首先做個個人免責聲明先啦，呢個討論咧就係個人想法啦，資料咧喺書本或者網上邊搜集到嘅，大部分咧都係冇呢個科學根據嘅，大家希望明白啦。言歸正傳啦，今日咧開佢有幾個部分去討論嘅。近月比較火熱嘅咧話題咧，大家都知道啦，就係呢個泰國地震嘅影響啦。曼谷市咧亦都有大廈嘅倒塌，真係百年一遇嘅大災難嚟嘅。亦都令好多人意想不到啦。泰國嘅市民咧都好震驚啊！世界啲我哋都係好震驚嘅。亦都令到一位嘅通靈大師啦，叫做莫拜嘅拜師傅，受人注意。原來拜師傅咧喺上年12月嗰陣時咧已經作出個預測㗎啦。如果大家有睇新聞都知㗎啦。明確咧講出咧就2025年咧3至4月咧，緬甸咧會發生呢個大地震，亦都會影響到泰國，會受牽連嘅。當時大部分嘅民眾都唔會相信啦，因為泰國地震真係成百幾年都未試過。所以咧近排師傅咧人氣咧急升咗啦。亦都再次接受呢個傳媒嘅訪問。更加提到咧，今年嘅潑水節咧，會有落雨啦，亦都會有水災嘅。叫啲國人加緊注意啦。另外啦，師傅喺節目中咧都提到啦，7至8月左右咧會有2個火山會爆發嘅。一個就會喺陸地，一個就會喺海底。媒體預測到啦，應該就會喺日本同埋呢個印尼嘅海底嘅火山嘅。如果真係爆發嘅話咧，亦都會引發起大海嘯啦。影響東南亞地區啦，包括呢個泰國嘅，亦都有人命嘅傷亡啦。提醒翻市民作出呢個預防措施，保護好家人同埋財物嘅。如果真係發生嘅話咧，後果真係不堪設想㗎啦呢度。OK。另一方面啦，我哋都會講翻一個日本嘅書刊嘅，日本嘅作家啦，龍樹亮出品啦。應該大家呢個都呢幾年都會聽過㗎啦，就我所見的未來呢本書。呢本書咧喺呢個幾年咧都喺呢個日本國內啦、外啦，即係香港、台灣啦，都會好多人都想認識嘅。我哋講翻呢個介紹一下啦。作者呢個龍樹亮咧，因為細個時候咧就係將啲夢境咧記錄下落，出咗一本漫畫書。初出個時候咧就冇乜人注目嘅，但係因為預示到啦呢個2011年嘅311日本發生嘅地震海嘯啦，而聲名大噪嘅。呢本神級書咧，亦都再受到世人嘅談論。過後啦，2021年咧，出版社咧都會出咗一個完整版本。作者加入咗咧最新嘅夢境預示。預示到咩咧？預示到2025年咧7月咧某個日子啦會發生一次嘅大地震，引發一個海嘯。位置大約咧就會喺日本以南嘅海底發生嘅，規模咧就會比呢個311大好幾倍嘅海嘯。所以咧令到人咧更加擔心啦，同埋害怕。內容咧都會提及到啦，會影響到日本啦、台灣啦、香港啦、菲律賓等地嘅。地殼咧亦都有所變動，佢就會預言咧就會出現一個新大陸。呢個夢境咧預示咧令到人都摸不着頭腦啦，因為充滿都好多稀奇嘅幻想。呢個亦都值得大家去注意留意翻嘅。OK， 嗱，講到第3部分啦。
咁啊，第三部分咧，我哋會揾其他嘅來源啦。咁我哋會講翻呢個未來人嘅。咁未來人方面咧，我哋會講2062。咁其實前幾年咧，我都對呢個未來人嘅事件咧都好奇嘅。咁啊，都會追佢嗰啲資料啊，或者 YouTube 嘅。咁其實發現咗咧，有幾個未來人咧，就嚟到呢個現實世界啦。咁分別有2058年、2062、2075年呢幾個年份嘅，咁會穿越過嚟到現在呢個世界。咁佢哋啦，咁啊2019年期間咧，就喺呢個電腦啦、資訊方面咧，都有啲探求嘅。咁啊講翻點解會嚟呢個世界啦。咁亦都喺各大嘅討論區咧出現咗好多嘅對答。咁亦都會回覆翻網民嘅。咁啊其他語言中啦，咁我就唔再詳細講啦。咁我哋抽出翻某些關於今日嘅主題嘅語言啦，咁啊專注研究一下嘅。咁我哋會揀翻呢個未來人2062所講嘅語言。咁啊有以下嘅對於日本嘅重點嘅。第一，日本咧將來咧土地咧會得翻一半嘅，即係冇咗一半嘅土地下。咁第二，日本咧會遷到去呢個江山縣，即係由東京咧就轉去江山㗎啦。咁佢哋所回答嘅網友嘅問題嘅時候咧，都呢個咧就冇講到幾時會發生啦，同埋時間嘅。咁啊，當然大家對呢個事物都有疑問啦，亦都係一個大家嘅心目中嘅未知之數嘅。咁啊，我所以作翻個人嘅推斷咧，呢兩個答案咧，咁可能其實都有少少關聯性嘅。咁啊，因為咧，如果大地震嘅情況之下咧，海水淹沒呢個國家或者陸地咧，咁啊才會消失㗎。咁而家仲要消失咗一半添，而需要將個首都去遷移嘅話咧，咁即係東京可能就不存在啦。咁啊，呢個只係呢個個人嘅推測啦。咁啊，大家唔使咁驚訝嘅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呢個天災咧亦都會影響好巨大嘅，因為有日本遭海嘯。OK， 好啦，咁啊最後啦，咁啊講翻呢個玄學嘅。咁另外咧，我哋係用我呢個玄學角度去分析啦。咁啊，其實10幾歲嗰陣時候咧，我對呢個風水命理咧都好好奇嘅。咁啊，所以走去上嗰啲八字班啊，去學嗰啲子平命理啊、紫微斗數啊、面相嗰啲嘅。咁啊，亦都買咗好數十本嘅掌上書啦。咁啊，當時嘅我咧就非常之瘋狂嘅，咁啊日以繼夜去尋求呢個科學以外嘅知識事物。咁啊無奈啦，資質麻麻地啦，咁亦都冇乜記性啊，咁啊悟性唔高下。咁所以咧半桶水嘅啫，即係樣樣知少少。咁唯有咧將手頭嘅資料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嚇。咁啊，今年咧2025年咧係一個九運啦，大家應該都聽過㗎啦。咁下元九運咧就會行20年嘅。咁啊由呢個2024年咧就去到2043年。咁啊屬於呢個離火。咁啊火焰咧吐草嘅年份嘅。咁啊而有呢個地震啦、海嘯啦、山崩地裂啦、火山爆發等等。咁另外啦，咁我哋從呢個黃嘅經世書咧入邊咧揾到個直列卦去解説翻嘅。咁啊2025年啦，卦象係呢個澤火革卦，咁代表咧有所改革同埋改變。而澤火卦象咧表示咧上土就下火，即使咧火燒土地，咁啊澤水乾固啦，咁啊好似一個海底嘅火山爆發嘅寓意啦。咁可能世界上某些地方發生緊都唔出奇嚇。咁啊，如果從呢個2025年嘅九谷飛星圖所見咧，今年嘅五黃位咧就喺東北。咁五黃咧就代表災難、血光同埋病毒。咁如果與香港嘅地理位置計算咧，咁東北咧應該就有呢個日本同埋韓國等地嘅。咁啊，啲以上咧都係玄學家師傅所講嘅，咁我都喺嗰啲網上搜集到資料嘅啫。咁啊，今年咧即係日韓啦都犯咗呢個五黃啊。咁啊，可能會有所影響國家嘅運程啦，或者大嘅災難嘅會有機會嚇。OK， 好，咁我哋總括翻上述講佢個部分嘅資源嚟綜合翻啦嚇。咁我哋可以做翻個少少嘅總結嘅。咁啊，繼呢個3月份嘅緬甸啦、泰國啦地震之後咧，咁啊其他都有機會發生類似嘅地震嘅，咁啊亦都比較頻密。咁啊而家最快知道嘅可能性啦，呢個預言啦，咁應該就呢個泰國嘅潑水節嘅，會喺4月中開始。咁啊，開心滿樂嘅時候咧，大家都不能掉以輕心啊，都要保持翻個警覺性。咁我哋真係估唔到咧，泰國都會受到呢個地震影響嘅，咁啊亦都令到世界震驚。咁啊，以上所提及都喺網上嘅資料揾到嘅，咁啊都冇太多嘅科學根據嚇，咁啊大家可以作為參考。咁希望幫到大家。
咁啊，最後啦，咁啊，雖然近幾年都發生啲戰爭不斷啦，咁大家都希望保持翻個樂觀嘅心境啦，面對將來，面對呢個世界。咁啊，各位就自求多福啦，好好享受呢個完整嘅世界啦。OK，咁啊，如果大家中意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個頻道，或者分享俾朋友啊。OK，多謝晒，下次再見。